好啊，今日咧就好耐冇同大家見面啦，繼續我哋嘅呢個當年今日啊，今期就講啲乜嘢咧？因為拍片時間就6月26號啦，其實26、27呢日知道我揀嘅啫，但係就主要想睇下呢2日啊，其中一日有冇啲乜嘢大事發生啊？即係喺呢個賽馬界過去100年又好200年又好，今期就同大家講一匹即係叫做好出名嘅馬喺美國嚟講啊，就1948年嘅6月26號咧，咁就喺美國啊，就有一匹馬咧就贏咗一個 handicap，咁就係非常之出名嘅 Citation 啦。咁 Citation 就喺6月26號咧，就喺呢個華盛頓嘅公園嘅 racetrack 就贏咗華盛頓嘅 Park 嘅呢個 handicap，咁就跑2800米嘅，因為呢匹馬就唔係一啲叫做我哋好即係叫做好普通嘅賽馬啦。事實上呢匹馬咁其實呢個畫面都有見到啦。咁其實出道就都唔係話即係出道冇幾耐，佢都見到贏到好多個 winner。主要成就就係啲咩咧？就係3冠啊！咁喺美國嚟講咧，我哋早嗰幾集都有講過，Kentucky Derby 咧就係一個叫做頗出名嘅，都唔係頗出名，好出名嘅一個賽系列入邊其中一個賽事啦。咁美國3冠我哋都有講過係 Pinner Stick 啦、Belmont Stick 啦，同埋肯塔基打比嘅。喺48年嘅5月1號咧，咁 Citation 就贏咗肯塔基打比啦。咁就喺5月15號咧就贏咗Pinner Stick 啦。咁喺6月5號咧就贏埋呢個 Belmont Stick 嘅。咁所以其實呢隻馬咧都好犀利㗎，因為係成為第2匹贏到3冠賽嘅一個叫做美國嘅名駒啦。喺48年嗰陣時咧，咁其實 Citation 就總共參加咗即係叫做20匹，咪20場賽事嘅，就贏咗19場，咁就創咗當時嘅紀錄啦。咁喺成個馬生嘅生涯入邊咧，贏嘅獎金咧就超過100萬美金嘅。所以其實呢個數字喺當時嚟講，即係40幾年嚟講係一個天文數字嚟嘅，係啦。咁即係點解隻馬會咁出名咧？就係因為其實佢長力又夠啦，速度又夠啦，所以當佢跑3冠賽事期，根本上就係呢個叫做游刃有餘啊，係啦。喺1959年嗰陣時咧，當時佢就因為其實早嗰幾年退役嘅，咁喺59年嗰陣時咧就入選咗呢個National Museum of Racing and Hall of Fame 啦，就係一個美國嘅賽馬名人堂啊，就係成為咗一個美國賽馬界嘅傳奇啦。咁喺48年亦都被評選為年度嘅最佳馬匹。咁呢個榮譽咧就即係其實只不過係一個 bonus 嚟嘅，因為其實贏咗3冠咧，其實已經鞏固咗佢嘅地位。咁喺51年咧就退役啦，就成為咗種馬啦，就喺肯塔基州嘅一個牧場度生活。咁佢成個馬生涯就喺1970年就結束咗啦，因為就喺年25歲，咁就喺Lexington 嘅一個地方，咁就喺度安葬咗。即係 Citation 做完種馬之後，有冇啲咩好傑出嘅子子咧？其實都有幾匹嘅，係啦。我諗較為出名嘅就係Foolish Pleasure 啦，喺72年出世啦，咁就喺75年就攞咗呢個肯塔基打比嘅冠軍，係啦。咁亦都被評選為年度最佳嘅3歲馬啦。誒、咁其後有幾匹咧都好成功嘅，咁其中一匹就贏咗Premier League 啦，都係一個叫做即係雖然贏唔到3冠，但係都跟隨Citation 嘅步伐啦，都贏咗其中一關啦。咁有啲 Bald Eagle 啊，Sita 啊呢啲，咁全部都係即係佢比較傑出嘅啲子嗣，係啦。即係我哋點解近呢幾期都係講啲美國嘅故事咧？咁其實最主要都係美國賽馬界，因為其實肯塔基3冠呢個。
叫做歷史悠久，同埋美國嗰邊，即係以我做 research 嘅經驗就見到美國嗰邊嘅一啲 documentary 係做得好好嘅，即係記錄低去記錄呢啲事件，去記錄呢啲大事係做得好好嘅，所以揾好多資料咧都係有關於美國賽馬界嗰邊。咁啊，今期咧就同大家睇咗當時呢個 Citation 贏咗一場 handicap 啦，咁再慢慢發展研究埋佢嘅馬生啦，佢嘅輝煌成就啦。咁如果大家有興趣都可以去 YouTube 揾 Citation，跟住打American Horse Racing，就會見到有啲人係會見到做咗佢 full 嘅 document，一啲短片。當時嘅練馬師或者記者或者啲體育記者去報導呢件事嘅一啲詳盡啲嘅一啲記錄啦，係啦，咁今期就去到呢度啦，咁啊下期就再同大家再見，拜拜。